在河地阿妈里看市集，有包括各社区地方创新的团体摆档以外，有大学的社团、青年创业的成果，以及一个非营利组织，总共54个单位，除了去民众交关，也有真侪亲子伫遮伫大草坪野餐、摕乐器欢乐，场面相当闹热。这场由淡市北区公所专业慈善基金会主办，结合昆山科技大学等单位所推出的岁末友爱市集，今年已经迈入第16档。主办单位以复古的装扮来登场，嘛表示活动已经当大人，充分展现社区营造成果。军义文教基金会已经迈入第16年度。今仔日算当大人的日子啦，已经16岁啊。那嘛真荣幸，伊会使和公所我来合作，差不多3、4档左右。啊，伫个遮每一档我们都趁这个机会，把咱家的公益组织，那我们的社造的成果，在这个地方去做个呈现。啊，咱即摆这个所在地嘛是北区的一个创生基地。阿嬷你看市集，那左边就是咱的市集廊道。那今仔日就是咱展现咱一档的成果，每一年都非常的精彩，每一年都卷动了非常多的社区民众还有青年朋友，可以一起来为公益来投入这样的一个正向的机会做努力。这档岁末所办理的市集，除了展现社区的活力，专业慈善基金会嘛陪大家来拼爱心。董事长李明伟现场捐赠20万，给台东天主教爱的妇女协会。不是最有钱的，他们也不是最大的团体，可是他们做的服务，他们做的工作，绝对是让我们大家看的都非常的感谢感恩他们。结合三观下教法人的4大力量来办理寒冬送暖，已经16档，开始真无简单。今年嘛，首次结合 Happy Hair 来做公益，李董事长亲自响应修正头毛，感谢所有团体，更强调每年要扩大办理。你爱心活动的第16年，我们也长大成人了，我们很开心，有这么多的爱心团体。还有北区区公所全力的支援我们，让我们这个爱心活动得以更热闹、更精彩。所以在这里，我要谢谢所有参与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些慈善团体们。我们希望明年我们要扩大举办，让我们这个活动办得更好。笑一笑，感谢大家16年来的支持。台南新闻，阮吉采访报道。